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家属若心肝艰苦，可能还会面对着家庭的经济负担。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就推出一个安心计划，要协助这寡家属走出心肝内面的阴影，重新再出发。提家师调起出弹样，66岁陈丽美，15天前翁婿发生严重车祸，受伤了天地面床，5年无法度食头路，厝内还有2个囡仔爱照顾，家庭经济常常出现困难。好佳在经过环保学会批件创作课程，伊学会晓这项技术，度过家庭的经济危机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要去 DIY， 我要去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对，所以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这样子变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另外一位寇先生，牵手因为车祸过身，因为有厝内的人甲志工陪伴，透过学会开办的免费专业课程训练，学煮咖啡甲制作手工面包，即马有固定收入，也对悲伤内底行出来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家都不愿意的，我相信对方加害者也不愿意。那我们要去面对，向前走。安心计划希望他们这个碰到困难之后能够早日的独立啊，这是我们一个社会一个爱心的一个具体的体现。环保学会表示，全台各分会拢有开办课程，提供车祸等等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家属，包括艺术创作、编织、咖啡制作等等免费训练，除了协助因在经济上会当独立，嘛鼓励家属互相支持，用早走出失去家人的痛苦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